士師記第1章。約書亞死後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：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，與他們爭戰？耶和華說：猶大當先上去，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猶大對他哥哥西緬說：請你同我到拈鬮所得之地去，好與迦南人爭戰。以後我也同你到你拈鬮所得之地去。於是西緬與他同去，猶大就上去。耶和華將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們手中。他們在比色擊殺了10000人，又在那裏遇見亞多尼比色，與他爭戰，殺敗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亞多尼比色逃跑，他們追趕，拿住他，砍斷他手腳的大拇指。亞多尼比色說：從前有70個王，手腳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斷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。現在神按着我所行的報應我了。於是他們將亞多尼比色帶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裏。猶大人攻打耶路撒冷，將城攻取，用刀殺了城內的人，並且放火燒城。後來猶大人下去與住山地、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爭戰。猶大人去攻擊住希伯崙的迦南人，殺了士西、亞希曼、塔買。希伯崙從前名叫基列亞巴。他們從那裏去攻擊底璧的居民，底璧從前名叫基列西弗。迦勒說：誰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將城奪取，我就把我女兒押撒給他為妻。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列奪取了那城，迦勒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。押撒過門的時候，勸丈夫向他父親求一塊田。押撒一下驢，迦勒問他說：你要什麼？他說：求你賜福給我，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給我水泉。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賜給他。摩西的內兄或作岳父，是基尼人，他的子孫與猶大人一同離了棕樹城，往亞拉德以南的猶大曠野去，就住在民中。猶大和他哥哥西緬同去，擊殺了住洗法的迦南人，將城進行毀滅。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瑪。猶大又取了迦薩和迦薩的4境，亞實基倫和亞實基倫的4境，以革倫和以革倫的4境。耶和華與猶大同在，猶大就趕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，因為他們有鐵車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說的，將希伯崙給了迦勒，迦勒就從那裏趕出亞納族的3個族長。便雅憫人沒有趕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與便雅憫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約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華與他們同在。約瑟家打發人去窺探伯特利，那城起先名叫路斯。窺探的人看見一個人從城裏出來，就對他說：求你將進城的路指示我們，我們必恩待你。那人將進城的路指示他們，他們就用刀擊殺了城中的居民，但將那人和他全家放去。那人往黑人之地去，築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。那城到如今還叫這名。瑪拿西沒有趕出伯善和屬伯善鄉村的居民，他納和屬他納鄉村的居民，多爾和屬多爾鄉村的居民，以伯蓮和屬以伯蓮鄉村的居民，米吉多和屬米吉多鄉村的居民。迦南人卻執意住在那些地方。及至以色列強盛了，
就使迦南人作苦工，沒有把他們全然趕出。以法蓮沒有趕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於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蓮中間。西布倫沒有趕出基倫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於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倫中間，成了服苦的人。亞設沒有趕出亞柯和西頓的居民，亞克拉和亞革悉的居民，黑巴、亞弗革與利合的居民。於是亞設因為沒有趕出那地的迦南人，就住在他們中間。拿弗他利沒有趕出伯示麥和伯亞納的居民，於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間。然而伯示麥和伯亞納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。亞摩利人強迫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們下到平原。亞摩利人卻執意住在希列山和亞雅倫並沙賓。然而約瑟家勝了他們，使他們成了服苦的人。亞摩利人的境界是從亞克拉奔波，從西拉而上。